哈利路亞感謝主見當照理解呢個素材按將按望排你要播仲播到按到雕你們曾背雕潛舌呀ngay上我哋嘅福音樣講喺馬太福音6第25節樣講到因為到耶穌講嘅啲唔是少一個舌一個作一個鹽但係呢呢個福音講就把起呢處每個民族都係潛嘅，佢都唔識上帝每個民族都潛咧識用作潛呀佢講一啲apalagi是個上帝嘅阿嗱，好過唔是少上帝講第一啲識用作呀，但係啲未上帝要照顧，佢講咧天堂杯嘅雕佢講冇種冇摘冇種冇，佢很要學識呀。上帝很準備獎本意思apalagi是個人類上帝錯嘅apalagi是個相信上帝錫嘅人佢愛嘅人上帝嗰個要照顧自家所以呢是個理念呢是個落了先人嘅一條是個唔是少長要率一年365日上帝大立要照顧自家對於食用飲作是個唔是驚但係呢因為上帝大得要準備本自家其實呢，是講愛親近上帝，愛本在上帝裏面呀，是講唔好離開耶穌，但係上帝要照顧，是講親近佢，是講嘅信心愛揸本在上帝嘅方面。聖經講是講嘅信心係要盡量就本在嘅福音嘅啲，就是講嘅信心就本在嘅福音嘅啲，我相信是講要嘅為問題嚟，是講嘅心中。達得夠堅強，自家嘅信心達得唔會有痛，就自家嘅信心唔會有痛嘅講，我相信自家得到嘅快樂，自家得到嘅歡喜，自家得到嘅平安最重要自家唔好離開上帝，仰望上帝喺在上帝裏面，就是講喺上帝裏面。我講兄弟姊妹啲，世間可以有同，世間經濟可以有同，樣可以有同，但係即係喺上帝裏面，切間唔係有同。我禱告本錄眾兄弟姊妹要聽呢一個福音嘅，你得到上帝嘅恩典，你喺喺上帝裏面，上帝要照顧你，上帝要看顧你，上帝要準備將用作甚至係錢去做呀！上帝要祝福自家身體健康，自家身體健康，自家能去做，上帝祝福本自家嘅福氣，自家做到，自家嘅世間裏啲能夠行啲長久率人要嘅平安，要喺自家嘅心中裏啲，主耶穌祝福自家，主耶穌恩典要本自家，哈利路亞，阿門。